本期节目是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甲阿德来开讲 Podcast 频道共同制作。节目内容会伫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 YouTube 和 Podcast 节目继妹相传、义脉相传，以及阿德来开讲频道共同播出。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，台语话故事送来开讲。听故事透心事，台语话万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德，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，听了欢喜。唔知听众朋友敢有看歌戏的关系哦？阿德一来真介意歌戏，细汉的时逐暗食饭拢会陪阮阿祖做伙看杨丽花歌戏哦。这是若捌看过人一定会知影这个片头音乐啦吼。之内咧，过去捌点过歌戏团做行政甲行销，这是较好听的讲法啦吼。基本上就是毋免搬戏以外，大大小小代志你拢爱落去。戏箱的道具甲戏衫，出版要叫什么车，室外的戏棚、室内的座位，逐项你拢爱插甲到。所以歌戏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熟悉、真亲切的，敢若时代甲朋友共款啊。今日来宾共款，互我即款感觉啊。伊毋若是歌戏界的老先角啊啦，到当吼也是乌狗兄一笔记迄款的哦。哪济会算哪青春吼，这位乌狗兄就是一心戏剧团艺术总监孙英辉。毋过我知影讲歌戏界吼，拢叫伊阿吉姐啊，对无？啊，对个想讲今日就较科学淡薄啊吼，讲来莫讲老师来老师去吼，甲你叫个老去，迄是来愈活愈少年斗少年去啊吼，所以咱莫叫老师吼，我对大家叫啦，叫你阿吉姐啊，安尼毋知会使无？叫阿吉兄咯。阿吉哦，袂歹，哦袂歹，阿吉兄吼，我比遐演员更较大。对。啊，咱阿吉兄来到现场，除此以外咧，现场还有一位朋友嘛，甲咱做伙来开讲。听讲是捌替阿吉姐吼出一本册，叫做孙英辉的《歌舞林》吼的作者，伊甲我讲叫做听小丸，对无？对，嘿，听小丸，小丸吼，今日咧特别请伊来要创啥，甲我斗赞声，看有法度吼，咱两人合作做伙来画出看啊，这个阿吉兄毋捌讲过什么秘密无安尼，就先请两位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小照问一下，好无？大家好。我是一心创作人起班的人啦，孙英辉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听小丸。今日两位好朋友来到现场，其实阿吉兄，顶边其实我有去恁兜甲你拜访过啦。迄边呢，我其实开讲足久。开讲甲袂收线，想讲惊伤晚啊，无其实会使继续讲落去，所以讲袂了，要从搬来咱录音室继续讲。毋过咧，因为咱的听友吼，毋捌听过咱真正的私底下的开讲嘛，毋是讲所有的人拢有看歌戏啊，所以咱可能爱互大家更较了解一下你是什么款的人吼。我若要请你用一个身份来自我介绍，你会甲别人讲你是啥？我是一心创办人，我创造这个剧团，名叫孙英辉，外号人拢叫阿吉啦。阿吉啦，阿吉兄呢？其他人可能叫你阿吉姐啊，有的人叫你老师啦。二哥二哥，拢叫二哥。上叫你二哥。阮迄家伙开始拢叫我二哥。你讲恁囝嘛叫你二哥？无啊，阮囝。无你讲你迄家伙？阮囝拢叫阿爸。恁囝叫阿爸是合理啦。对啊。我一向吼，家己的囡仔嘛是拢当初讲平辈，我无啥物严肃的所在。是，因为互家己自由发挥。你无讲一般人讲戏班囡仔拢爱拍甲大汉，讲甲大汉拢真严格啊。嘿，像阮即个呢哦，到阮时代拢足严格。嘿，但是你对囡仔无？因为哦，我拢伫外口咧走跳，了解我毋免遐济规矩啦。阮即代甲阮老爸、甲阮阿公迄代。看到拢安尼立正站好，徛停安尼。安尼嘛真忝呢。连功夫都咧忝嘛，还佫看到时代每一个头壳顶甲尾老。有当时这边咧叫，你就爱随越过安尼。阿妈关机拢会关掉。所以讲对我这代哦，阮这囡仔我拢讲时代归时代。恁若无做毋对，时代袂甲恁处罚，逐个拢心情放到轻松，毋免遐严肃。我较早囡仔嘛是看我转来，
因为我规工拢伫外口诶，是，都透早就出去，暗时才有看到我。因为规工拢伫外口趁钱。安尼敢袂无亲？你敢会惊无亲？倒转来，逐摆都买物件啊，出去趁钱。阮遐囝若看我转来，就大家很高兴，因为有物件通食。转来有食，阁有掠的。系啊，确实会感受会着你对家己的要求，佮对待别人其实是真温和、真温柔的迄个感觉。但是对家己，我感觉会出你有真侪对家己的要求。进前伫见面的时阵嘛，讲起着真侪过去真趣味的代志，是讲你的过去的生活嘛。迄生活有摕一张相片去互你看，去甲你讨论人打一个人，对无？迄张相片是牡丹贵集团，迄其实牡丹贵集团虽然讲是一个临时的组合，对无？伊应该毋是讲固定，因为内底人拢是一粒一的，迄当时的大叫的这演员，对，就是为着要出国来演出，去到新加坡，这是一架子以前的代志啊。是。有人讲天无照架子，人无照天理，这一架子已经超过天公的这个厉害哦。哦，足久啊。确实久，但是上恐怖是啥？是经过遐久的时间，我摕一张相片叫你看，你一个一个我都认得出来。对啦，这就是细汉靠互阮老爸靠出来。嘿，因为我伫剧团的所在，我爱好动，较活骨，看人咧变啦，咧创啥物有一寡老性格咧变。嘿，阮做囡仔就拢做活动的。嘿，阮老爸就是讲你伫剧团吼，这段时间互恁算无要紧。嘿，伊还阁无严格啊。哦。伊还阁无严格，随在你自由，你要变、要吃、要创啥物，又在你。囡仔吃袂疼。嘿，对。所以讲，囡仔吃袂疼。嘿啊，囡仔较毋惊食。嘛袂毋知影讲忝。嘿，就是安尼练的了，迄当阵都我会变来变去啊，毋知影讲后壁是较严重的。迄较严重的，就是讲你要较好的物件的功夫。一定都爱搁加强。阮老爸就是无要互我练。伊讲，阮大哥，伊嘛倒转去读册。是。阮大姐，伊嘛走去读册。伊认为你未来嘛会行读册这条路。对，伊知影讲做这个文化吼艰苦，因为趁少做济。较早有一句话讲，无写无死，生囝去做戏，对无？确实会感觉讲，第一较早认为讲，可能做戏的地位较无遐悬，有人讲做戏啊，就歹听的吼。时大脑栽掉有栽情，其实可能会无希望囡仔去学戏去做戏。毋过，咱若翻头去看迄个时代，比如讲咱拄仔讲迄张相片吼，60年前迄个时代，其实做戏足请赢的，歌戏曾经吼，伊过去迄请赢。当然，这个咱讲天团啊，各种有出名的这个团体吼，什么唱歌的话无，世界各国去巡演的，无定着有迄个时阵歌戏来伫请赢。对，对吧？其实嘛是有只请赢过，迄个时阵的歌戏大概什么款的情形？迄当阵吼，足济讲演戏的人员吼，拢讲有影拢师傅。较早无剧本的，剧本敢若导演一本尔。嘿。导演就是讲一个故事互你听，你这代要创啥？你去拄着什么人？两个冲突，敢若甲你讲冲突尔，来其中安怎拍是恁两个，恁几个人伫遐的代志，包含恁出国去演出嘛是共款。相款，迄就是话戏。是话戏就是讲一个故事互你，恁家己上舞台去发挥。你做主角的人。当然，你是发挥你主角的物件，是举刀啦，你就要举单刀的物件；举枪，你就要举枪的物件。你接到对方的膊头还是腿啊，你就马上爱随人迄个物件出来。这就是咧甲你考验，讲你一个演员平常时你有练啊无练？拄则你讲这个做话戏这件代志吼。大部分咱的听友可能以现代来讲，咱讲到话戏会去想到就是目前歌戏的民戏，但是民戏一般你讲，不管写神啊、和民间话台戏，可能一般这是3、5个演员解决的。不过你拄仔讲，虽然爱伫咧舞台顶做话戏，迄个年代毋是这3、5个遐解决的。比如讲，咱举牡丹贵来讲，迄团迄个时阵一团有偌济人？一团40、50人。几十人伫咧台顶做演出的时阵，包含武兵，包含啥？要做话戏，迄困难都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呢。伊迄就是头一个，就是看舞场。嘿，舞场迄个拍鼓是爱看演员。你演员演到对，伊鼓界拍到对。是，伊即马演员做到遐得要唱，伊会
比手势，伊可比讲啊，伊要唱七字啊，伊就甲你比一支，你就知影讲，刷来是七字啊，伊就七字啊，啊是伊知影伊要唱嘛，伊哪唱哪比，伊甲你比一支，你就知影无平，伊就知影要唱歌，歌就是讲紧甲慢，是变成讲演员你家己爱唱，看你是要紧的，还是要慢。所以你这话戏，不管是武打，是讲要唱文戏、武戏，拢是话戏呢。对，你看伊本人唱了，可比讲，这个舞台顶有8个人，是啊，8个人啦，你若家己一个唱，惊伤过单调。伊若顶手的人有内行，伊即马唱了，伊会甲对方甲做一个演习，是来调你啊。你爱准备啊？你边唱，伊这班了拢共款。是，啊，就共款了，搁一个交代一个。啊，你唱一拍，你唱一拍，啊无你唱半拍，伊唱半拍。是，伊唱一半，变一半，两个人一句是两个人咧唱。互相之间拢会有互动诶，对，拢互动。你牵拖到诶人就变足济，即甲咱当你讲闽戏、外台戏，可能3、5个人，你就是完全无共款诶代志呢。无共款。咱当诶人真罕，你有法度去想着讲过去歌戏当请样时阵，到底有法度做甲什么款诶程度？除了演员诶人数，比如讲做话戏人数差足济以外，敢无什么过去甲当无共款诶所在？迄当阵就拄啊共好嘛，我看到遐老前辈，因咧唱话拢会唱淡薄仔迄个日本诶开口。哪有做日本开口讲带演家诶迄个感觉遐？伊咧做诶，就是讲较日本诶迄种美感哦，伊嘛会知讲歌唱诶。是，当叮当，伊打可诺，伊打可，伊就去唱日本歌出来，啊，所有诶观众，怎么会突然间会变这个流行歌出来？即马这乐队马上随队。因为较早若咧下弦啊、头七位，伊一个人爱下5种脚啊、吊龟啊、离合，这拢有。但是呢，伊做头七位，伊就会敢比用手在咧做信号，是唱3块半，4块，因为较早弦谱弦袂符，是，因为头七位拢对演员嘛，所以伊拢甲做这，伊都是准备啊，比好伊演员比好，伊就要时阵头一位伊家己先对演员是，过来下手的对顶手的，顶手的讲哪下手就哪比啊，你知影讲偌悬偌低，可比讲有的演员啊，敢若白面一个七字啊就是歌这正讲是歌的国歌是，有的唱法无同款，白面一个七字啊，唱法就100个有出来。100个拢无共款，七字咧好听，就是迄个押韵，迄个尾啊咧牵韵咧长音，长了有水无？七字真正千变万化吼，所以咱讲甲唱曲这个代志，所以重点是咧唱曲。因为咱嘛知影讲七字除了一般七字以外，可能有慢七字啦、七字八啦、七字转10念啦，伊会使改来改去，要安那斗安那算拢会使吼，所以。就像舞台顶在演员伫咧做话戏的时阵，迄款千变万化的感觉，所以你每一场你做其实无啥共款，对吧？像武丹贵迄个时阵去到新加坡演出时间足长的嘛，对吧？恁伫遐踮偌久？2年，毋是2个月，互大家听清楚是2年哦。18岁，我18岁去，你离开20岁转来拄啊副做兵。我是讲，本来我18岁就爱做兵啊。18岁拄我参加，拄我参加武丹贵，拄我去迄个所在，是安那有我都参加，因为迄当阵阮大兄拄我大学毕业，伊去做兵，2个查甫上大的，你要留一个，对，较早是安尼，我拄我留着，拄我迄个机会才有我都出国，那知影讲出国3个月尔，本来是要固定的3个月签证一摆是，那一摆去3个月会使。头有领到钱啊，阮兜就做欢喜的。较早就讲，踮遮趁100块，出国变趁250，遮济哦，差遮济。这个钱加遮济出来，所以有的爱去参加。武丹贵迄摆呢，就是讲
南北二路所有的好的人才，不管是小生、查甫的、查某的，拢是正港顶手。南北二路虽在你讲要北管的也好，要南管的也好，是哦，要歌戏。嘿，比较靠的嘛，就是黑片啦，嘿，阮姐啊，迄个廖庆基啊，是，这大家拢熟悉。阮叫大指头啊，伊个年岁，伊就抑个无法度做咧整手啊。迄当阵什么汉那课啦、行政教，迄大家拢作用诶，迄有影正讲讲，迄功夫名用，迄北来深沟啦。你讲迄时阵呢，即个歌戏演员，因为像你讲的，遮济人伊共款来做话戏，所以确实因的训练，迄甲当的演员其实确实是无啥共款吼。因为当的演员爱背本嘛，那公演戏文化场你就是爱背剧本，啊你若是外台的即款民戏啊，毋管写信啊啥，伊的人数无遐济，伊的需要做出来的戏阵嘛无遐复杂，所以若以过去甲当来比，确实过去的真济即个真特殊的即个情形是咱现代真歹去看到的，像你怎讲，廖老师伊讲当时国宝中的国宝啊吼，你看伊安尼，遮个做靠戏哦，爱靠机啊，人讲爱靠机啊，爱靠位啊，个一个是爱靠位啊，迄有影有够靠，爱靠是一个title，你知道这不是你讲咩啊？爱靠是一个title，做苦大厉害艺术嘛吼，所以迄个时阵廖老师啊，个敢若就是伫边啊尔，所以讲查某干架对啊，对，嘿，所以有时讲迄个时阵一团内底有偌恐怖，即个内底人人才有够济。我讲这足奇怪，大部分迄个时阵的演员是无啥机会受到教育，对无？无。嘿，因这物件这北来是安怎来的？伊其实汉文的底底还真有教呢。因这吼，拢一代传一代。你若做官，就爱讲官的话。嘿，讲官辈嘛。讲官辈是。敢若咧报名，咧讲话都无共款啦。是。所以家己爱分辨，你咧学习的中间，你拢学起来。今仔日派你做啥物？做官百姓。是。啊，你若做着皇帝，抑阁袂使黑白讲。皇帝安怎讲？皇帝就讲官人坐金殿，金殿挂金牌，金牌四大字，外国进步来。即落固定的物件，你袂使甲改。你出台当了另外拢随在你走，什么万事无疆啊，什么千变万化的歌一大堆啊。就是安尼顺啊。啊，你做皇帝一定都爱念这四念八。啊，念了你才讲国王什么名，chấp掌万载帝业是什么条地。这拢爱讲大咖观众了解。演员一出场爱透过四念八互即个大咖的观众随知影你是什么人。对。今日就算你即个戏上你无穿嘛，法度透过你讲出来的话，互人知影讲你是啥安尼。观众就了解啊。所以你那背足济咧。物件足济，所以讲，阮自细汉就是拢学习起来，不管有着腕也无着腕，阮拢一定爱记号清楚。嘿，就万不能讲，有一天着我人甲你讲，你就是照安尼做，伊即马甲你讲安尼啊，是，导演甲你讲安尼，你就照人顶面安尼做啊，你就照安尼做。有当时啊，伫要上台吼，心肝来直直。紧张甲袂晓讲话，连食物件都毋敢食。紧张也欢喜，因为有机会上台啊。你嘛袂使讲啊，我就是要做小生的人，所以小生以外的这四念八我拢袂背，无法度安尼对无？较早会食戏醋啊，是安怎食戏醋？安怎就食戏醋？即马顶手的拢伊咧做啊。拢伊咧做小生啊，是，人拢会送红包互伊啊。咱当边啊，我拢研究啊，我学好咧听候，心里袂当紧老吐食，互伊袂当上台，我来上台，我来谈。你有甲下一个啥物件伫啉的茶内底？袂，人若正经顶手的吼，伊拢边啊吼，咱咧讲随身的干贝。拢有传物件好食。是。好食，好啉茶。伊要创啥物穿衫？这种甲当现代真济出名的这大明星共款的台语就对啊。对。是。这款伊边啊，这毋是听的哦，伊是家己自愿的做善事的哦。所以讲戏商就对啊。伊是爱看，爱对他们伊的边啊。所以伊个敬因为足济人要爱你嘛会敬嘛，对吧？系啊，伊会敬哦，这个较巧，这个你甲我穿我较适合。才要画。无要画，有诶，边仔伫要来画，都烧，我加烧拍。伊若两早先甲摕哦，你嘛甲叮当，换伊边仔咧甲穿衫诶人，换你加，换伊落来，
即摆是啥物代志发生？你食饱伤用着，毋知你玩啥呢？对啊，伊若讲一声，迄两三个边仔要斗相共的，甲斗相共就过后面，点安尼，拢点，七子也八卖种，拢嘛你啊，你伤早摕啦，安怎？是变食稀土，啊！这较早你来讲啊，做上桥是，比咧食头路较好。做甲会出桥的就是安尼。像即马即个现象嘛，也有人看介意啊，红纸就甲伊搭去。是，我毋知讲迄钱对得啦。较早是也去银行领钱啊，啊，银行拍领便便的款啊。人银行可能当作讲你是要买厝，你知影知？你份数安尼。啊，银行钱摕啦，交代头家。是拢知影头家，这你甲写起来，要搭啥物人？啊，无啥物亲友啊，你要来搭无啥物人？迄一暝，你敢搭钱搭甲会冤家？朋友来甲搭呀，烧钱啊！是。我搭1万，伊即马搭15000啊！即马就即个，你哪会使甲我管过？我即个搭2万。是。啊，即边啊，即个搭15000，你哪甲要头5000袂使？输人毋输阵，即马搁要搭去。是3万，不管因安怎竞争，安怎打，演员家己好康。对啊，而且这是归演员个人。对，这是个人的财产啦。但你敢袂讲，大家拢就想要做小生、做小段，尤其是小生上好嘛，对无？大家拢拼了，有影拼了，迄食迄座就是安尼。我练咧听候里后，你一举一动，我拢个比你较好。这嘛是一个竞争，但是嘛是学习啦。对。啊，你想敢有安尼想？我无啦，我甲阮阿爸学习的哦，较早有分就是讲查甫的角色，甲查某的角色无共。查甫的角色就是讲你3岁，舞3岁，文3岁，无像真子遐分甲遐样。文的就文的，武的就武，歌戏就是你拢爱练，文老生，武老生，武梨花，文梨花，这你拢爱练着。日时拢是做查甫的戏，是。暗时才有做小段小生的戏，较爱情戏安尼。较早做的是4点钟，后尾做到5点钟，偌歹趁了。就台骹剩一个阿伯啊，甲几只鸭鸡啊呢，咱嘛照常爱做。看到迄个阿伯啊，入去，所以无人啊。你锣鼓才会使调，遐做5锣鼓，是一锣鼓2点钟。啊，即摆就分配啊，你内面30人啊，即个做较文的3、4个。一出去2点钟解决，啊！即摆来调遮整10个，搁2点钟解决。啊！你做了你休困，你做了你休困。当阵人较济嘛，是。啊，是叫嚣的薪水较少，所以讲每一团拢50、60人，40、50人。迄食饭都你看倒声就知啊。你即摆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《台语话故事单元》。伫即个单元，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、在地历史，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、都市传说。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，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，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意。那安尼，咱就继续听落去。你进前伫学戏的时阵，当然主要对阿爸嘛，咱都嘛讲剧团内底其实是各种戏种拢有吼，像讲你讲福州的啦、北管啊、外港啊等等拢有。你学戏其实拄头啊对阿爸嘛是咱讲北京戏的嘛，有诶讲外港啦吼，共款意思。后来你其实做过足侪代志吼，你行到去唱歌戏去。做电影的武打演员，啊嘛有做武术的指导，吼，甲一般演员来比，其实你伫咧表演方面的经验是搁较丰富、搁较侪吼、搁较多元。因为讲即个过去遮侪经验，对你做歌戏即款咱都一直讲歌戏一款艺吼艺术的一款表演一款技艺，敢有什么款的影响或者帮助？因为咱都讲有足侪款无共款物件，像初期你拄开始接触到咱讲传统戏曲即个物件，其实是对阿爸嘛，阿爸其实原本是学北京戏。即款影响真大，因为这就是拍底，你的功夫
迄个底若拍在，你要练其他的物件，拢足简单的，因为差不多拢大同小异。相差别的就是讲，伫电影的所在，电影咧拍就是讲正讲拳头啦。是。因为我较早对阮外公吼，一来台的时吼，伊就线戏，咱咧讲观众席，伊也拢爱飞开练国术，因为阮阿公是练太祖拳的。问题是恁戏线戏了，已经袂讲已经忝甲呢，还爱再练哦。爱先练，练了你才去洗身躯，才有通食宵夜。哦。较早来台就是安尼啊，阮阿公拢练太祖拳的，因为吼，阮阿公是破书人，伊咧台猪，是看到阮阿嬷做戏，阮阿嬷做宝贵啊，伊做小生，去杀掉，才甲讲，即个带起来做老李的，做老李的，做老李，阮那个是老妈伫的啊，阮老妈正讲有影，正讲古早人单纯的，三从四德，敢讲有白卡，三寸经的，阮阿嬷是安尼啊，阮古早迄个大妈是三寸经的，是，伊咧台猪啊，伊太太下晡时休困，人咧做伊入去看，才认着阮阿嬷。是，才整这个剧团，伊也做定个形象。伊是为着整一个班去互恁阿嬷，毋是咩人哦，恁阿嬷是真正阿嬷吼，你的阿嬷来换这个班就对啊。对，阮阿公摕钱出来做金主。请人遮济人培养来请阮阿嬷做一个当条的男主角。阮阿公就一路，伊就是伊交陪足快的嘛。伊较早咧佚佗，台猪的是台猪的哦，但是伊交陪足快。你讲较早迄佚佗是讲台猪以外，人可能嘛是会使。因较早老一辈吼。拢有算过国术，每一个钟头拢有国术。阮阿公个南北二路朋友足济，整这个剧团咯，阮阿嬷请去咯。所以恁阿公其实伫咧整办这件代志，毋是单纯讲怀伫介即个恁算个阿嬷二嬷吼，所以就用一个团互伊去算尔，无咧，伊真正有伫培养人才，愈做愈大咧。有影，伊爱这个文化，伊爱看这个文化，就一直传承啦。而且有迄个心。还有迄个心照都除了整班以外，真正伫培养人才嘛。但是咱刚讲到北京戏这件代志吼，比如讲你对阿爸嘛有学过嘛，除了讲阿公别恁爱拍拳、爱训练吼，功底爱有够以外，体力嘛才会好嘛。阿爸这边的北京戏的训练敢有影响？因为阮老爸所练的伊的专长吼，第一个伊河北嘛，河北伊有规矩讲，每一个家庭因拢特技的。轻工的迄方面咧，每一户拢有一个，差不多是安尼嘛。每一户你的家族一定要有一团，一团哦，不管两三个、四个，一定要有一套功夫。是阮老爸迄当阵拢，伊有练着杂耍，了咧，因咧规定拢爱看京戏，练过京戏。是迄当阵敢若有规定讲，生一个，你第二个就是淘汰。迄当阵佫无一胎化啦。也袂嘛，伊是几年的时阵？阮老爸迄当阵啊，伫大陆啊。老师的爸爸是民国12年厝的，还袂一胎化啊。12年厝袂，但是嘛，饲袂起偌济人那边，可能大概生一个两个嘛，差不多就对啊。因为我知影，因就是讲为着要生活，阮老爸对隔壁庄的姓孙呢，因拢特技团啊，拢有联络啊，才来台湾的来表演就对啊。爱来台湾表演，就是讲。拄着阮外公看到这个人才袂歹，恁外公真正世界去招人啦。系啊，伊用啊，伊袂晓搬戏。是，阮外公台之前啊，伊袂晓搬。但是眼光真好的对啊。眼光真好。又讲，这套人才袂歹，就我甲叫去。说到留伫遮，就我留伫遮。伊迄时阵几岁啊？阮老爸迄当阵10几岁啊。当青春就对啊。17、18岁啊，伊当烟头啊。伊当阵还未拍电影呢。是，我讲安尼有早哦。阮老爸烟头甲吼，我入电影看，我讲较早电影男主角就是爱很帅哥嘛。是，阮老爸设计机会。是安那讲？无电影啊，迄当阵无电影，敢若拢广播电台尔。你要看伊，就是敢若报电视甲歌戏尔。迄红仔头较水嘛，也无法度用就对啊。因为红仔头有够水。我到即嘛嘛咧欣赏阮老爸迄个红仔头。咱听是安尼听啦，讲即个啊个兄，即个欣赏老爸红仔头，
正讲来讲，你是整到老爸的，嘛唔知对无？哦，只有法度甲打嘛是足漂泊的感觉啊。因为我感觉烟头无阮老爸遐烟头。敢会是即个阿爸永远是囡仔心目中即个上好上缘投的迄个。我去拍电影吼，看到遐男主角，我讲这甲阮老爸安尼，伊讲水嘛，对阮老爸嘛。泡泡啊，相关意思啊，是阮老爸迄个年代。拄无电影，阮老爸迄个年代有电影吼，早就做男主角。对无着时代就对啊。我刚会当补充惊喜迄个部分。嘿，我就是你想讲，到底要继续行落去无？来，请。拄则老师有讲，因爸爸伫河北吴桥迄个所在大汉的嘛，迄个所在是主要因是学特技，啊，毋过民国120年的时阵转中国，拢真流行京戏，所以因嘛爱学一寡京戏。我之前有看到资料讲，河北吴桥这个所在，因的武戏做了真好。是毋是甲伊特技发达嘛有关系？我感觉应该是有关系。所以老师因爸爸伫河北时阵就特技甲京戏，后来到台湾了后，就把这个艺术带过来。你家己感觉讲北京戏的这个脚步手路身段？因为你做相关研究，或者你进前嘛有较侪北京戏的经验嘛，就我所知，你家己咧观察北京戏的这身段、甲脚步手路，甚至是讲唱念，有一寡什么较特殊的所在，入去到歌戏内底无？你敢有观察到这个物件？唱念的部分可能较少，不过身段应该是较有影响。是老师之前嘛有讲，就是京戏较有。脚步手路较有一定的规矩，较无做活戏，所以因一出戏安怎做，可能就老师安怎教，学生就安怎做。老师因为老师除了甲爸爸学以外，伊15岁时阵嘛有去参加民陀国剧队，是，伫遐住差不多2天嘛。老师迄当阵伊讲，伊伫遐主要是学拍架。扎口的这个功夫是，伊讲伊进前伫定型社嘛有扎口，不过迄当阵是前辈帮伊用，伊毋知迄个麦家伫倒位，嘛毋知讲安怎去练功夫。譬如讲扎口了，佮爱走跑圆场，是佮譬如讲虾米角色，就爱穿虾米款的衫，虾米款的鞋啊，这较有规矩的物件是老师讲是伊伫京戏的经验内底去学到的。因为其实传统戏曲有人讲穿破不穿错，有即款的讲法，就讲比如讲你什么吊带，什么款的人物你应该穿什么衫。不过就我所知，其实过去歌戏无即个惯势安尼讲，伊较活啦。嘛像你刚讲嘛是共款。歌戏可能活戏做较济，北京戏因为伊有真侪固定该行，比如讲你可能伫舞台顶，即句就是爱行到大，这到尾是活到伊一个上。大家认为讲伊是上水上好的一个角度上好的位置，伫咧做甲较幼路这件代志，北京戏确实是真厉害，所以凡是有一寡演员的翻头去学习这个物件嘛，是为着甲这个物件带入来歌戏内底。因为虽然活戏有活戏最厉害的所在，但是确实缺点就是有当时爱伤活吼，掠无啥会调的，10个人做11款姿势哦，变做起来有当时还挡袂调呢，挡袂调就变成讲没有规矩。伊就歹艺术化，你要艺术化，迄个规矩就爱入来啊。对。所以安那甲这个物件带入来到你的这个歌戏的演出来，对，因为咱常讲，电影伫咧注重的代志，甲一般的舞台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对，这差别是啥？拍电影就是讲为着美感，所以伊爱分镜头。甲舞台是足无共款的代志。你要安那甲这个概念带入来舞台内底咧？我到尾我就研究讲，拄我机会来嘛，邵氏来台湾拍，我拢伫遐拢做替身啦、副指导啦，做了阮才有才讲，你的功夫练了诶。你会使家己去接伊去，阮才去接伊，才一路安尼电影直直拍到上尾我感觉讲做电影画面起来歌戏，这是一个人笑，做歌戏就是一个舞台嘛。我感觉就是讲用人笑的镜头，但是演员你要表演方式咧，就是大动作，用大动作的方法。大动作的套招，袂使用短招。短招吼，在舞台顶咧表演，观众看无。所以我的观念是安尼：研究电影了后，我搁倒转去做歌戏，就我特招，我会感觉讲，这都是人笑。
但是迄场面要摆好好势，场面可比讲30个、20个，还是15个，还是3、4个，你人安怎摆，迄个场面才会水。我是以电影的美术感、台顶、舞台顶来用。这就是咱定定伫讲导演手法嘛，就是你舞台顶的人免啊调度，袂互你看起来就乱的灰高高看袂清楚。但是你又搁需要把迄个场面做出来嘛。对。咱若伊要讲目前台湾所有剧团内底做出来上大型的舞台特效，或者是这场面的调度，我想大家上清楚的就是白沙端。这是棉花园的白沙端，当然棉花园跟你关系嘛真深啦。是什么款的关系呢？因为都讲你有一心迄个团嘛，但是这个棉花园跟你的关系是啥？其实讲是对阮小妈遐看来。妈妈吧，妈妈不是就开戏啊吗？哦，妈妈呀。你就是讲妈妈，阮老母甲棉花园的头家娘是这模样，亲这模样。是，伊是二姐啊。阮老母是三姐啊，第三个是因二姐啊嫁去蛋糕，嫁去蛋糕本来嘛是伫电影社，伊就是叫细蛋的带着了才出版，出版了伊才走去潮州，才整一个外口去。是，伊当阵阮拢伫内台嘛。因这是姊妹的关系，就到阮这代就是孙翠凤啊。棉花园这个东条的小生啦，孙翠凤老师啦哈。讲阮这个小妹哦，是怎么样？伫阮家吼是拢读册做会计的。大家唔知，应该真侪人知影讲伊其实伫咧嫁出去进前，唔捌捌过歌戏对吧？阮都唔捌甲教到半步功夫，连四连八嘛袂晓唱的对吧？袂晓啦，因为阮练过，知影这个物件足艰苦。是。我敢若互阮老爸推着透早起来2个动作，一个倒立1个小时，一个蹲马步，练骹尾哦，唔是安尼尔，是爱练骹尾嘛1点钟。阮敢若这2项代志做2点钟，这就是咧拍你的底。但小妹拢无目着啊，伊无啊，阮遐小妹哦，正工拢好做开我，阮小弟嘛有做开我。我讲恁一路，恁拢去读册，下摆才有基础。阮这款的都是拢伫社会，拢咧表演的，无同款。安尼顾甲小命，敢若公主共款，个吧嘛是。过去啊，咱也知影讲，阮阁有甲伊规定哦，袂使互我这小妹做戏。我嘛知影因是做戏的啊，是，因是家族的啊。我讲，阮小妹无咧做戏，你叫伊算小会使，因为我叫阮小妹是安尼啊，你练一个手工会计就好啊嘛。你做戏，像阮要做甲出脚真艰苦，要趁这钱嘛真艰苦，搁都要等候机会。伊过去啊无偌久，因拢算第2个，第2个咧看团电啊，电就甲我讲的，伊嘛老2个，我嘛老2个。阮2个兄弟师弟感情是拢袂歹。哪知影过去，伊即马拢陈昭湘伫咧做主角啊。无错。伊即马做啊分团啦，对，一个团，伊即马分团了，正团这边咧公演的遮煞无主角，我咧甲阮小妹讲，其实伊的落海嘛是我甲讲的。我讲吼，主角你任何叫啥物人做较起来，人趁着钱就走啊。除了家己的人走袂去，听咧，尾仔就落海啊。我常常讲，我这个小妹我足疼，30岁也无练过功夫，你是要做啥物货啦？所以你讲一路起来，我拄收起来，整戏班。棉花园拄要去做，阮小妹逐工吼，伊也袂做伊的进程，伊要落海，阮咧讲落海，都是正讲要亲入戏班啦。是，伊逐工都来看我一心，下昼时参因老公拢来看京剧，我下昼时拢做歌路，拢做正戏的武生戏，伊嘛看一站了，倒转去才去训练，才拜师学艺，才请京剧的老师教的身段。问题是你已经秀命秀到安尼啊！你讲落海准拄煞，你甲吊上天呢？你毋是敢落海尔呢？毋是安尼啊！我就是讲，阮这小妹特别要出名，我这二哥绝对要扶他。你得甲斗杀一个。我甲斗杀，伊讲要做这出，我讲阮老爸嘛讲啊，你要做的东西要做最好的。迄个人无共款，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就自拍电影收起来的物件，统统记伫个头壳顶。因讲阮小妹练好，特别做这个白沙段，我才甲建设讲这出戏吼，白蛇传、京剧、
歌仔戏都是老前辈他们在做，你要做这出做不赢人，绝对要搞噱头。所以我来想办了，我讲这拢拄啊抢，我都用电影的经验，因拄啊伫八斗啊要做。八斗啊，家人迄边特别开台做这出，这出当初的剧本就是讲陈胜国甲阮后生2个人和谐。是，阮后生是建议我去做法海，法海内面武打很多。对啊，你做嘛真拄好啊。对啊，我认为说好汉离你出啊。我感觉就讲，内面什么人会当做，今伊做出来的味道无同款，我讲这个可以教的。是，所以你有冇看架做法海的人？嘿，伊内面一个啊做如何啊？是。我认为讲，这个少年家也袂歹，真轻练，咱就较教，一招一套，一招一套，拢教真舒适。表演了袂歹，阮想嘛，特别做这个白沙段，你这物件，你绝对赢袂人个前辈，因为你是少年的嘛，你30岁才学戏，你要哪人会赢？半路出家啦。我才个想办法，最起码舞台设备无同款，你舞台最起码要60尺、60尺。一般咱讲文化场外口公演有时候48尺啦。对，所以你更较大就对啊。拢48尺。对啊。我讲你差大了60，伊讲60会使啊，但是伊到尾才知影讲。你水阴金山遐妖怪，甲遐和尚，是，甲遐布景，较早咧做就讲，水阴金山都是伫咧舞台顶啊，天棚用一寡遐水压来压去，是。我这样要会妨害到表演人，对，因为你涂骹蓝淡啊，大家要变会骨啦，是。我讲这样无稀奇，你要叫水灵车一边4台多8台。水灵车的水对冲，我讲你伫8斗上好势，因为这个乌白蛇黑白2道拄对水腰嘛，对水的遐出现。我讲人看是拢舞台遮拢表演了后，一阶段电火拢禁无掉，用头饰迄个灯对海底下去转方向，让观众那个视线，这边没有，这边哪会遐光？是。我过看。对海底吊起来，你就是镜头的语言的迄个方法啦，对吧？美感是，这就是拍电影的方式。是，对水底吊起来了后，高度10几楼，自这个高度吊起来10几楼，才显来这个观众的面头前，和观众咧欣赏的，都是爱头壳向天。你才感受到迄个摇力无边迄个感觉。舞台另外舞台，这是另外这，变成这是户外，互人想袂到讲。你舞台表演了是安那，这2个来人继续遮，是有史以来无人安尼做。我就讲这一种的变化噱头是无同款。普通人看拢伫舞台，你就甲吊等观众席，等遮表演唱歌，做老公做了，开始舞台灯光亮，她老公在里面，空中跟舞台对唱对骂，骂完以后，我要引你金山是。夷平同的和尚同的，你敢引我金山，恁老公我对你无放。是，种水要开始引金山，你知影要安怎引吗？水灵车，8台对冲，迄个水，要冲去倒位？冲伫人客席啊！所以大家拢穿雨帽。伊这雨帽我也讲啊，头啊陈团长惊着啊，哪会使甲观众那么淡？我讲。我的经验啦，你的经验无同款。是，我的经验就是讲，观众要刺激。是。你无刺激，这款物件，伊所有的你看伊就是拢干那看你舞台尔。伊这水汹涌，我抢来了，观众有一刹那，哇，也要看戏，也要过好南河。对，你就敢参加这个剧情共款。系啊，这都无共款的迄个观念啊。搁一点讲特色。水对冲了，是灯光打下去，水对冲会喷嘛？是。灯光照落去烧嘛，伊会出现。是。你看咱落雨落了，是毋是？若出日头，都有一个坑走出来。这个人空中拄伫坑的顶面。你拄好是暗时啊，嘛法度出坑啊呢？暗时嘛有法度啊，因为热嘛，是热嘛，你灯光拍落了，这你在更户外的所在，你安尼看规个舞台，这边是出坑，搁有水，
人搁伫空中，搁有舞台灯光，啊，即马这水妖，不是伫舞台出来的音哦。是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往底下观众席分的8个跑道，水妖往观众那边上去舞台，一上去舞台，全部演员上去以后，开始在表演是什么？爵士舞，现代的。当，是，所以你跳现代舞啊，跳舞跳了开始正常的国乐，舞卡我们讲5行，是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这一段时间呢，底下咧做，顶面这个空中飞来飞去，还个飞去舞台降落。是。她老公，我舞台前面都是灯，因为拍落都拢是灯啊，你人要安怎飞入去？对啊，这就是技术的问题。我讲很简单，你舞台这个平面，你再搭出来6尺，你蹦出来嘛？对，你蹦出来6尺嘛？啊，我空中我飞到等于，降落在那个6尺的所在，是降落完马上剪断，让演员跑进去，因为这是白楼嘛，你对这落来嘛，对不对？马上是该恢复正常的妆出去拍经济的东西。你真正就是电影的手法手路在咧做这个代志，无同款嘛。你会吸引讲观众为无同款的这个视觉的程度去看，对，迄个敢若对镜头咧走的迄个感觉。对。所以你譬如讲，大家观众你看某一边时，其实你另外一边你就做这个准备啊。对。我讲咱所听，敢若听到这段就已经就有价值啦，因为这真正是电影的角度去做舞台这件代志，又搁必须要超脱舞台本身的限制，所以内底有足侪眉眉角角，对咱不管现代人真侪这个创意的发想，其实嘛拢就有帮助。我认为这是真趣味的一个代志。迄个危险性，我拢有跟交代。这个降落了后，这边有派几个人，因为我们拍电影拢有经验，安全第一。吊车袂使乌白咻来咻去，都有点子。第1点在哪里？是。第2点在哪里？第3点又回到原位。第4点再慢慢往里面推。伊个吊车拢听我号令，我拢咧甲指挥甲安全落去了，开始正统的拍法。起枪啊，创啥物货，迄就正统。是。啊，我就是欣赏，就是讲，互阮小麦做别抓段，一向甲人无共款的所在。舞台第一表演有够快，是。甲歌剧院拢共款，拢是遐大。好处理的就是讲，大的舞台会使空中飞来飞去。你若伫室内，你要飞来飞去，无法度通飞。这无法度，嘿。伊限制伫的嘛，你就无法度通去别家啦，创啥物货啊？对。所以讲一寡趣味的代志吼，足济安尼帮助这小麦啦，量早出名。啊，像什么夜路清凉啊，一个原吹你要攻城，要安怎爬去？啊，导演的要求就讲，我要电影那种感觉。以前我是无爱甲参加，我就讲啊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是。啊，就尾啊，就家己小妹嘛是爱迄落啦，导演啦，陈胜国啊，是太看得过啊啦，夜路清凉，伊嘛甲我讲，二哥，你甲出一个点子，小妹家己个啊，爱讲啊，咱就去啊。以前讨迄老师啊，咱就咧讲，刘光同这个兄弟啊是无话讲，啊，呀，伊是最厉害，嘿，他讲的东西也是一流诶，没错。啊，就是导演的观点又不一样，他是比较跳出电影的方法。是刘光同老师，他是京剧的，对，他是纯粹是京剧的，每每角角拢透个真好势。我嘛讲好，参技术啊，头尾都是老师的东西。是，我没有动他，因为咱做人爱有一个愿景。起头人退，伊的物件你要甲留咧。你临时进来要动人家的东西，你不要全部给人家改掉。爱有尊存啊，这都无尊重人。我讲刘兄弟啊，我嘛是为着阮小妹，我才跳出来，我来参与一下。你头尾我都留了，我拢无甲伊叮当，我是往中间下手，中才下手，中下手嘛是有特色。是效果都无共款啦。讲到这个导演的手法啦、舞台啦、电影，正讲咱的结兄的专点啦吼。这个专点就是知影讲来宾该爱睡困的时阵要好睡困一下吼。所以咱这集先来到这吼，因为时间伤长啊吼，咱实在是讲袂煞伤侪趣味的代志啊，所以咱就听好后一集，再继续。